喂，又翻嚟東京福袋系列啦！咁今次咧，我哋抽 Raw 卡，其實成個 pool 入邊咧都冇乜嘢話特別想要嘅，咁希望可以攞到張細變啦，木木囂。喂呀，搞錯啊！不過呢個 pool 咧相對嚟講都比較平嘅，總共200口咧，一口只不過係2000 yen 嘅啫，即係圍埋港紙100蚊到咋。哇！你平啫，但係你可以俾啲好啲嘅卡我啊嘛。不過講真，抽得 Raw 卡 pool 咧，都已經打定輸數，出到嚟嘅獎品都未必攞到 P10噶啦。好，第3抽睇一睇先。大事不妙啊！不過算啦，而家抽3包有3張 AR 加3張 SR， 當自己買咗個卡盒返嚟開唔到 SAR 算啦。喂，記得 like 同埋 follow 啊！